来到屏东，前屏东丰田国小校长林达英，身为客家人，深知语言和文化传承的重要性，于是在学校推广母语，不但打造出第一本的客语教材，同时呢，校园中更提供了各式的客语社团。他希望客家学生要用客家话来说，用客家话来写，甚至用客家话来想。今天感动时刻，我们要见证林校长追求客家文化真谛的脚步。树叶白迄嘛该洗的呀，草迄嘛该洗的呀。屏东丰田国小正在进行客语教学，老师透过生活化的内容，让学生自然而然的学习。学习的教材是屏东首建的客语绘本，免费提供高屏学校使用后大获好评。另的客语床边故事，则是想改善一般幼稚园不说客语的断层期，搭配 CD， 让小朋友睡前也想听客语。当初促成这些客语教材的是客籍校长林达英。这一模也对女性比较没有那么尊敬呀，莫按正经的不来的有排除嘿。听耶路讲啊，过回色的呀，比较消极的思想呀，手机的呀，也排，因为来人本。中学生团也个小学生可能吼，英国个真香的啦。啊，来人七年除夕，那个7年除夕，来人也会编一个 CD 啊，编一个 CD 啊吼，编那些提供他个用，因为有 CD 啊吼，过好看，像要用注音嘛，如来发音嘛吼，一定过难，也不能来人们如来做到也部分。提起教材，侃侃而谈。出身屏东万峦的林达英，投身教育近40年，是前丰田国小校长，现任屏东县客家联合福济发展会理事长，仍然致力于推广客语。像丰田国小处处可见客家精神标语，尤其这句要学生用客家话来想，就是精髓。英文的文法跟我们华语的文法不一样，客家的也是一样啊。那我们关于讲啊，欢喜，安爱人讲啊，喜欢，不一样啊。它每一个语言呢，每一个都有它的后面的文化背景，有文化背景呢，有人向事情的一个思考的一个代表性的语言，关键语言。所以用客家话来面对客家的东西，都有它的规完整。林达英退休后，学校交棒给闽南籍妻子李淑敏校长继续推动，已经成立包括合唱团、舞狮多项优秀的客语社团。在他们夫妻俩的努力之下，我们看到了客语传承的希望。校园里歌声悠悠，小床边童语朗朗，客庄语言有了穿透力。当孩子们因此爱上客家，校长夫妻的种子也终于在屏东萌芽，结出感动时刻。